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esmond， 我係阿 Wing。我哋今日嚟到華富村呢度，佢係香港嘅第一代公屋，亦都被譽為香港最豪華嘅公屋。佢之所以有咁嘅稱號，係因為佢大部分嘅單位都係望到一個無敵嘅大海景。不過好可惜嘅係，佢嚟緊即將重建啦。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咁我哋就一齊探索下呢個咁獨特嘅地方啦。咁特別。咁我哋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華富村係香港第一批公共屋邨，位於薄扶林，喺1967至78年期間建成。樓宇依山而建，並首次採用雙塔式設計，好多單位都擁有海景同埋良好嘅通風。華富村分為1邨同埋2邨，總共提供9400個單位。呢度壯觀嘅海景同埋瀑布灣而聞名，亦被譽為豪華公屋。政府響2014年宣布重建計劃，預計重建後可容納超過49000人。市民對於呢個具歷史意義嘅屋苑充滿住依依不捨。呢度係用井字形設計嘅公屋，喺60年代落成，當時都算係經典之作嚟㗎。我仲知道，因為樓齡老化，所以喺2016年至2018年做咗外牆加固工程，增強結構安全，等居民都可以住得安心一啲啊！行完公屋，咁我哋就同大家介紹一個打卡必去嘅地方啦。喺華富2邨商場停車場隔離有個圓形嘅天橋，企喺天橋底下邊，用另一個角度去欣賞舊有嘅屋邨面貌，係別有一番風味㗎。咁我哋不如打返個卡先啦。行咗咁耐都肚餓啦，不如食啲嘢食先啦。好啊，華富村呢度有好多出名而且懷舊嘅美食俾你揀㗎，你想食咩都得。既然我哋食飽咗，而家就同大家散下步，了解一下華富村居民嘅日常生活啦。好啊，咁我哋都可以周圍打下卡啦。而我哋而家身後嘅咧就係香港大舞台，咁佢前身咧係一間影院嚟嘅，咁佢喺1979年開業啦，咁但係去到2000年因為經營困難咧就結業啦。不過喺2005年咧佢就重新開放翻，而佢嘅主要目的咧就係為團體遊客提供人妖表演。不過去到2008年咧佢就完全結業啦，咁所以呢度都算係其中一個特色景點。哇，原來曾經係人妖表演嘅場地啊，真係估唔到喎。係啊，不過而家香港應該冇咩呢啲人妖表演睇㗎啦。好啦，我哋嚟到華富村一個神秘嘅景點神像山。呢度啲神像大部分都係由附近居民擺放㗎，祈求平安同埋保佑。雖然神像山並唔係正式嘅宗教場所，但係佢哋都見證住居民嘅信仰同埋社區情懷，成為咗華富村一個充滿靈性同埋故事嘅角落。不過，隨住華富村重建計劃嘅展開，神像山嘅未來都充滿住變數。趁而家仲可以嚟到呢度，大家不妨感受下呢份獨特嘅氛圍啦！哇，呢度好靚，好舒服啊！原來華富村有一個咁靚嘅海濱公園㗎。係啊，呢度面向東邊嘅海峽，能夠欣賞到無敵嘅大海景。公園規劃亦都非常之好，仲有燒烤場。住喺華富村真係好幸福啊！不過等我再帶你睇啲更加震撼嘅景點啦。仲有更加震撼嘅？嗱，呢度就係瀑布灣啊，佢亦都被譽為扶林飛瀑。瀑布灣呢度呢，背山面海，風景係非常之靚噶，尤其是喺日落時分，仲好多人嚟影相打卡添。不過呢度風景雖然好靚，但係佢嘅地勢非常之險要，而且水流好湍急噶，所以如非必要都唔好落水啦，安全第一啊嘛。係啊，呢度唔單止係居民散步嘅好地方，仲承載住華富村美好嘅回憶同歷史。不過隨住重建計劃嘅展開，相信瀑布灣嘅面貌都會有所改變，我哋要好好珍惜而家呢一刻啦。